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7月7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闲聊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可是当有人对司马光砸缸这个行为提出批评、提出要求，认为司马光砸缸之前应该先衡量一下、评估一下掉到缸里的孩子会不会被淹死，有没有危险，你怎么证明他有危险？一系列评估之后才能决定是不是要砸缸。如果要救这个孩子，是不是砸缸是唯一的办法？司马光砸的不是缸，砸的是当时的体制。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，恐怕大家都一笑了之，觉得这些人很迂腐、无事生非、吃饱了撑的。但现实情况恰恰这一幕就发生了。这就是前不久这个一辆列车叫 K1373次脱线，也就是脱轨，停运3小时。刚才开头说的这一幕就非常碰巧就发生了。有一位现代的司马光有时候车厢里面这个比较闷热，有人就学司马光把车玻璃砸破了。那现在就有很多人在指责他，当然了，指责现代司马光的都是一些官媒。今天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文章，都是官方发声。你比如说什么破窗不是自救撞主，情绪脱轨更不能没有底线。破窗非壮举，守规方为真当当。我给他翻译一下：砸缸非壮举，守住缸为真当当。我们挑一篇中国网他的评论，他是7月5号晚上8点发的，看看这些喉舌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他说破窗不是自救壮举，情绪脱轨更不能没有底线。这个评论他说7月2日晚 K1373次列车脱线停运3小时，由于车内闷热，有一名年轻乘客砸窗通风，当安全锤挥向密闭车窗，碎玻璃飞溅的瞬间，某些网络声音竟将其吹捧为自救壮举。然而拨开情绪外衣，这非但不是值得欢呼的义举，更是对公共安全底线的一次粗暴的踩踏。这个可以说这就是叫指鹿为马，黑白颠倒明明是拯救旅客的一个行为，但是他出来的定义为对公共安全底线的一次粗暴踩踏。实际上玻璃敲碎了之后，这个列车后来开到了金华站，没有出现小编所说的公共安全底线被踩踏。他这个评论说，所谓值得肯定，实则对法律秩序与集体安危的短视漠视。我不知道就把这个窗户敲破了，怎么就对这个集体安危短视呢？这种舆论倾向看似充满所谓人文关怀，实则模糊了法律底线，叫法治底线呢，消解了公共秩序的价值根基。这个小编言必称法治底线，但是这个小编恐怕也忘了，这个法治它的目的是什么？法治的根本是什么？当这个车厢的人乘客无法呼吸，当这个车厢的人当旅客已经感到不适，难道法治是用来阻止他们自救吗？这个时候法治只不过是变成有关部门铁路部门的一个所谓的护身符，一个借口，一个不作为的一个挡箭牌。这个时候他忘了什么叫人民至上，人命至上。他这个评论下面接着说，他说所谓的紧急通风的砸窗必要性实为伪命题，就是他认为这个没有必要砸窗户。为什么没有必要砸窗户？他下面说，他说高铁车厢非密不透风的铁罐，空调系统失效后，工程师设计的通风机制仍在运作，确保基础空气流通。就这个评论员恐怕还是太年轻，急于表现。明明是 K1373，不是 G 字打头的，是 K 打头的，哪里看出是高铁？也就是说，急于上来洗地，这仓促上阵，匆忙上阵都没准备好。这是 K1373，不是 G1373，也不是什么 D1373，这是常识。你扯到高铁上，
什么高铁车厢有它的什么空调失效之后的应急机制，这个是护主心切，有点高级黑了。他说更由列车员在侧，专业沟通与应急处置本应是首选，这个就更荒唐。但这个列车员自己的汗流浃背，衣服都湿透了，你跟列车员沟通什么呢？你让他担责任是吗？列车员不过是守着他条框框，他所谓的法治打个引号的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评论员坐在房间里面吹着空调，在那想象说砸窗者却越过所有既定流程，任由鲁莽支配行动，这不是清醒的自救，而是典型的情绪脱轨。我倒是觉得这是评论员自己是坐在空调屋下，实际上这个都不需要说他去体验一下，你只要把那房间的温度把空调关掉，把那房间的温度窗户关上，调到31度，这就是铁路部门说的嘛。但是车厢温度31度，你调到31度，冷静的坐3个小时之后再写这样的评论，这个要求不高，都不要你模拟说你的房间里比如说坐10个人、15个人，你一个人也行，你把空调关掉，电风扇也关掉，把门关上，温度让它到31度，你完了之后你再说这些评论，这不更有说服力吗？他说这个砸窗者越过所有既定流程，那只能说明你这个流程太长。砸窗者越过流程了吗？有多少人找列车员沟通有用吗？从列车停下到最后砸窗，中间隔了3个小时。我记得咱们昨天节目说了，你还要什么样的流程？你非得有个人晕倒、中暑、出人命了，你才能启动这个应急机制吗？才能砸窗户吗？也就是说，司马光必须看着孩子快淹死了，不动了，这个时候才能确认把那缸砸破，否则不能砸。所以这个评论员说，这个砸缸的人，也就是破窗的人，叫情绪脱轨。我倒是觉得这个评论员叫奴性太重，说当个体焦虑凌驾于公共规程之上，实质是以全车秩序为代价换取小范围虚假安全感。我不知道这个列车上那么多乘客啊，当他热的这个喘不过来气，这个时候他还要考虑列车之外的人吗？这个跟列车之外的人有什么关系？全车秩序把窗户砸破一块，让它空气便于流通，这个和全车秩序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一列车的乘客反了吗？小编这个评论员搬出来说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令禁止损毁列车设备。但是这个评论员又忘了那个窗户上面挂着个小锤子是干什么用的？既然明令禁止损毁列车设备，你挂个小锤子，那个安全锤是干什么用的？就这个小编最好拿那个猪脑子好好想一想。刑法第114条更将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置于重点之下，破窗救人，这个跟危害公共安全这是两码事，不能混淆。这个时候坚决不开窗户，那才叫危害公共安全。所以小编指鹿为马，你还得好好跟胡一静老师好好学学。说高铁车窗非普通玻璃，说破碎飞溅的碎片瞬间化身伤人利器，而破坏车体结构，更直接动摇运行安全根基，这是最不能容忍的。作为一个评论员，他居然给高铁抹黑。首先，这个 K1373它不是高铁，这是第二个。他这么评论，他是在给咱们的中国，咱们引以为傲的高铁，他的抹黑。高铁窗户玻璃，那都是钢化玻璃。钢化玻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伤人。你说他说破碎飞溅的碎片瞬间化身伤人利器，他这分明是在说咱们这个高铁这个玻璃不达标。所以你说他到底是在黑咱们高铁，还是在表扬，还是在维护？所以作为评论员，你知识不全面啊，容易好心办坏事，低级红高级黑。作为小编，知识面太匮乏。那钢化玻璃，你只要敲那个角，一敲一下它全碎，跟普通玻璃不一样。普通的玻璃才是伤人利器。当列车被迫紧急停靠，后续班次大面积延误，这一锤砸开的是千万旅客行程与铁路大动脉的秩序。你说这个纯粹是，这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叫混淆这个责任。这个破窗行为是
列车停了3个小时以后，恰恰破窗之后，过了10几分钟，列车就开了。所以这个评论员扣帽子，这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后续什么班次大面积延误跟这个破窗没有1毛钱关系，只能说明你的应急反应能力差，所以还是属于高级黑。实际上，这个评论员表面上看是在维护铁路部门，实际上在给铁路部门抹黑，一次又一次的在抹黑。这个评论下面又说，美化肯定破窗行为，其害甚于行为本身。也就是说，网友你们称赞这个破窗行为，比破窗行为还危险，还可恶。说破窗行为的示范效应远比玻璃碎片更危险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这个钢化玻璃不危险，这就是小编最好要回炉再去深造一下，也不知道是扩招的还是怎么着，就是扩招也不应该这样，因为钢化玻璃是常识，因为你现在开车上也是钢化玻璃。当法不责众的错觉在舆论场蔓延，当个体冲动被冠以弱者抗争的外衣，公共空间的物理秩序如精神秩序都将遭受双重侵蚀。这种论调无异于鼓励以暴制障，将公共安全推入野蛮自救丛林法则。按照评论员的意思，司马光砸缸的时候要写个报告，立即上报，能不能砸？不就这意思吗？如果说这个评论员他的这个理由成立，他说的要是对，我想每一个安全锤上面要有个警示，使用之前请向对吧逐级向上汇报，而且还得写清楚，先找乘务员，再找什么列车长，完了之后再去找上级部门电话请示，你得写清楚谁才有权利决定砸不砸缸。但事实上好像安全锤上没写这些东西啊。小编所说的这个秩序到底指的什么秩序？这无非他就是在评论员想学胡锡进老师，但是学的好像也不像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雕盘也雕不好。他实际上本质上就让你老老实实做一个顺民，就这意思。但是他也没法去表达，口口声声的公共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，实际上这个时候砸窗户才是维护公共安全。通风这个评论说，若人人遇急皆可破窗，铁路安全网将千疮百孔。事实上，咱们每天有这么多铁路，这么多列车在运行，也并没有出现人人都在破窗啊。现在网上大家对这种破窗者这个行为表示赞赏，那也是指在这种紧急状况，大家都已经汗流浃背、呼吸困难的时候，破窗是值得表扬。我们每天那么多高铁在运行或者列车在运行，好像还没听说好好的有谁把窗户给砸了。所以这个评论员属于一种杞人忧天，实际上他是害怕有人开了个头，砸窗户事小，砸制度那可事就大了。说社会非情绪竞技场，秩序是文明程序的基石。从评论员的这个角度来看，所谓的秩序，也就是你做顺民的义务。说在密闭车厢里守护规则，恰如守护黑暗中的微光，它看似微弱，却为所有人指明生路。就想不到现在还有这么迂腐的人，但你在你的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，而且这种危险是没有必要的、没有意义的。你不是在坚守什么一个真理，你不是在坚守什么一个正义，你这个危险纯粹是可以化解的。你这个时候说什么在黑暗中微光，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忍着中暑，忍着生命危险，你不要去砸窗户，这样来坚守这所谓的秩序与规则。这个就是让你顺民顺到什么程度，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也不要说话，这个就是正义，这是为所有人指明生路。这不就是猪圈吗？这杀猪的屠夫的铁钩子，只要不勾到那个猪身上，勾到别的猪身上，其他的猪没有意见，勾到哪头猪，那个猪才乱叫唤。那这个评论员的意思是，勾到这个猪最好也别叫，这才是指明生路。你瞎叫唤什么？你的意义就在这儿被人勾走。这小编说，真正的自救之道在于对专业应急的信任与协同。列车员手持应急预案，车厢配备多重联络系统，统一指挥下的疏散远比各自为政
高效安全。疏散往哪儿疏散？不说了不能疏散吗？那个车停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并不是一个站台，没有到疏散的地步，但是需要通风，就这么简单。车厢配备多重联络系统，那这个相当于评论员又开始黑铁路部门的上级了。也就是说，列车上这些乘务员、这工作人员肯定是向上面申请汇报了、请示了，他们不允许破窗，你们在里面闷着，等出了人命再说，不就这意思吗？他相当于把责任推给这辆列车之外的那些领导、上级部门，因为它是多重联络系统，也就是通信是畅通的。而作为乘客，以冷静信任取代恐慌盲动，以秩序协作取代野蛮破窗，才是对生命最深的敬畏。这个描写就像那个猪圈的猪一样，你闷头吃你的就完了，只是旁边那个猪被勾走了，你不要恐慌，要冷静，这才是对生命最深的敬畏。毕竟还没有勾到你。评论员又说，谨防弱者叙事陷阱，在共情中坚守秩序底线，理解旅客在闷热环境中的焦虑是讨论的起点，但绝不能成为美化破窗行为的理由。文明社会的进步，恰恰体现的是，越是危急时刻，越能在共情中坚守理性。这个小编对理性有误解，在我看来，这个时候把窗户敲碎，这才叫理性。此次事件中，部分乘客自发协助维持秩序的举动，比破窗行为更值得肯定。这个也有可能，因为毕竟有人喜欢当太监呢。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的利益，这个也是人之常情，也是常见的。它证明了秩序内生的力量，如公民理性的可贵。这个没什么理性的可贵还内生的力量，这个纯粹这叫既得利益者维护自己的利益。那总有，你比如说伊朗神权政治、神棍国家，那在我们看来，对伊朗的女性非常不公平，他们要把全身都要蒙上，这个非常的野蛮和落后。但是不是所有的伊朗的女性都反对，照样有很多伊朗的女性是拥护这个搞法的。那按照这个小编的说法，这是秩序内生的力量，公民理性的可贵。说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挥锤打破规则，而是在困境中主动成为秩序的守护者。我也想到了司马光啊，这司马光就做错了，他不应该砸缸，他应该站在缸边，要看着那个孩子挣扎，要在那脑子要高速运转，看那孩子能不能扛得下去。在困境中主动成为秩序的守护者，要守护那个缸的安全。那缸是财产。铁路部门对当事人的批评教育，既体现了在极端情境下的人性关怀，更重申了安全红线不可逾越、法治原则。司马光后来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叫去谈话。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既能回应个体诉求，又不破坏公共规则的应急文明。公民懂得在困境中信任专业、有序协作，社会完善更敏捷的响应机制，让破窗冲动在制度保障与理性共识中失去土壤。当安全锤再次被举起，请记住，砸向规则的那一击永远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。我觉得评论员应该赶紧向有关部门建议，安全锤那个醒目的地方要把这一句话写上，砸向规则的那一击永远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。所以安全锤就形同虚设，放在那儿永远都不要拿起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砸向规则。唯有让秩序的微光穿透情绪的迷雾，公共安全的灯塔才能永续长明，那才是值得我们全力守护的生命之光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你守护的生命之光，那是什么生命之光？他这个评论就结束了，一个叫朱哲的写的。我只能说，现在这个评论员这水平是越来越差，没有办法，这叫一代不如一代。近亲繁殖，这些喉舌，它叫劣币逐良币，对吧？优秀的人待不住，都跑了，最后是近亲繁殖，写不出一个像样的评论出来。现在这个人工智能，对不对？DeepSeek， 你写之前可以让 DeepSeek 帮你写一下，你在上面改一改，写出来评论的比这个强得多。为什么这么多媒体跑出来写这样的文章评论？只能说有些人慌了，
有些人不喜欢司马光这个行为，因为这玩意儿一旦推广，一旦更多人去学习，那就像小编说的一样，那个秩序就大乱。而这个所谓的秩序，那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护身符，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缸，你给他砸了，那怎么办？正好啊，今天早上青岛大学似乎有一个宿舍的管理人员在值班室里面去世了。我看网上也很多人说他恐怕是中暑热的，或者是因为热导致的，他恐怕还有其他的基础病，这个不好说。但问题肯定跟热有关系。这一下这个舆论又炸锅了，大家都在热议这个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这个 K1373这个列车啊，它这个脱线停运3小时出现了这个事情，恰恰反映了咱们铁路部门的管理非常僵化，非要出了事情他们再出来狡辩推责。事实证明，这一锤子啊把那个窗户敲开了，从结果看没有任何负面的，说明他敲的恰如其分，没有带来什么公共安全。制定规则的人，制定那些紧急预案的人，他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身临其境。什么时候启动这个应急机制？那些规则合理吗？实践证明那些规则不合理。大家看过好多视频，那个乘客身上都已经湿透了，很多人，对吧？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，有的人你35度他不流汗，有的人30度他就受不了了。你怎么能一刀切说必须一个统一的温度？人跟人体质不一样，有的人肺活量大，有的人这个叫什么携氧能力更强，有的人更弱。你是坚守你冷冰冰的数字，一条一条的，你还是相信乘客的体感，还是相信当场人那个列车员自己身上都汗湿了？实际上大家都清楚，这就像那个统计部门的数字一样，天天告诉你你的可支配收入涨了，但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有没有发现自己好像工资没涨，收入没增加，甚至有的人降薪，有的人被裁了，但是你在统计那儿就说你工资涨了，你收入涨了，谁给你涨的？说有个叫平均的人给你涨的。那有的人他就相信这数字，他不相信自己的体感。明明他账户上那个钱，他工资在下降，他对自己的银行存款、对每个月收入，他视而不见，他相信统计部门的数字，说涨了，他心里很舒服。如果是一个统一行为，喉舌统一来进行尖锐的批评，反对这种擅自砸窗、这种挑战秩序、这种不愿意做顺民这种行为，不值得鼓励。实际上这是一种叫非常不自信的做法，一种叫草木皆兵。今天你能砸窗户，明天指不定还要砸什么。今天你能砸窗户，明天你就能砸这个小编的饭碗，对吧？后天你就能砸权贵的饭碗，这还了得？网上有人就把有的社会，他就比喻成一个闷罐列车。这个大家应该知道，这个列车是高速的开向悬崖，列车上的人，这些乘客看不见窗外，一个个的在车上怡然自得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现了，或者有几个人发现危险，他要把这个真相告诉这个列车上的人，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，骂他们是疯子。好像鲁迅也写过这样的文字，大概是一个意思，好像写的一个铁屋子没有窗户，而且很难把它什么破坏掉，里面有很多人睡在里面，不久就要被闷死了。也就是这些人他是窒息而死，所以从沉睡中死亡，所以感觉不到死亡的悲哀。这个时候有几个头脑清醒的人在那大喊大叫，把这些人惊醒，这个引起了他们的恐慌，这样好吗？这是鲁迅说的，好像鲁迅最后说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